唔少人認為只要冇做壞事就可以話係問心無愧啦。但係人嘅良心其實係會受環境影響，未必可靠。聖經指出，人唔單止向自己負責，更加要向神交賬。佢所睇重嘅唔止係行為，仲包括內心嘅動機同埋意念。如果誠實面對，我哋都好難話自己完全無愧，更加冇辦法靠自己喺神面前稱義。驕傲、自私、妒忌呢啲隱藏喺心裏邊嘅罪，雖然喺外表上邊冇做出嚟，但係神同樣睇見，同樣隔絕我哋同佢嘅關係。但係感謝神，佢差遣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，使凡係願意悔改、信靠佢嘅人都能夠得蒙赦免，良心得到潔淨。真正嘅問心無愧，唔係靠自我感覺，而係因信靠耶穌喺神面前坦然無懼。你願意得着呢一份嘅平安嗎？